因为丰泰省长目前火车纵贯线新营到嘉义，还有北回线和仁到崇德，拢总是无通的。上起嘛等到明仔载拜五，也是拜六，才有可能通车。不过代替产业工会嘛质疑讲，干那要手紧拍通，无要加强防护工程，恐惊未来状况会愈严重。把握连续几天的好天气，工务单出动大型工具机甲人员，持续来清理土角，代替北回线和仁到崇德中间，伫4月初3强烈地震了后，山坪的土石松软，若拄到大雨就大规模崩塌。为4月到凯美丰泰过境期间，已经中断超过5届。目前北回线也是以8月初3前抢通单线做目标。这几天目前都是按照计划在进行当中，今天应该会做最后的确认。凯美丰泰过了后，代替纵贯线嘉义到新营，因为南京到后壁这中央的部分路基流失，目前路线是中断，由公路接驳，一定初日前抢通。北回线从德到和仁，也用公车来接驳到抢通为止。按过代替产业工会是即期，北回线为4月开始，因为土石流中断几落届，搁发生石头落来击到自强区，抢修的导办人员差一点去活台各种状况，这也代表四周围防护需要搁进行评估甲强化。代替应该重视抢通人员的安全，也甲通车了后，路线是不是会当稳定？甚至是说，我们在为了抢通的过程当中，甚至有同仁因为这个山崩的关系，差点被活埋这件事情，在工作上的治安风险提高，也是因为在这个抢通的观念底下，非常有可能造成我们同仁的这个危害。产业工会认为，中段的路线甘愿无限期停开，听候安全无问题才搁通车。另外，在极端天气的影响下，代替应该全部检视，万一若是搁有路线因为天灾中断，爱伫买票系统清楚公布，以免搁产生一寡纠纷。记者综合报道。